注意看，呢個男人太狠了，佢喺5月即將舉辦一個大型畫展，將會 feature 好多幅大型畫作，但佢而家竟然連第2張都做唔到。喺功課 Econ 同 Chem Test 嘅兩面夾擊下，佢究竟可唔可以喺1個月內嘔到所有畫出嚟？佢嘅心理健康又何去何從？Hello， 我係 William。我今年就同一班同學發起咗一個叫做你點壓嘅中學生 campaign。目的係希望通過藝術嘅形式去展現一啲香港中學生好少提及，但係人人都喺度經歷緊嘅問題。就希望鼓勵 self-expression 同埋 self-talk。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，重點係我而家喺5月之前要畫到4幅 A1 size 嘅畫出嚟，但係我而家連2幅都仲未畫完，所以我就準備開一個系列啦，叫做30日嘔到個畫展出嚟，就希望記錄低我呢個 deadline fighting 嘅畫畫過程。呢個畫展會係你點壓嘅第一個大型活動，分別會喺5月同埋6月各舉辦一次。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呢個畫展或者你點壓呢個 campaign， 都不妨除咗 follow 我之外，都 follow 一下你點壓嘅 official IG。雖然而家就淨係得一個 post， 但係唔緊要，我哋之後會有更多嘅精彩內容等住你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